小心点！天心，天心，天心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，天心，有没有人帮忙叫救护车？有没有人帮忙叫救护车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天心。 有没有人帮忙叫救护车？终于醒过来了。还记得我是谁吗？那就好。那天发生什么事，你应该没忘记吧？ 你这个傻瓜，为了捡这个东西，差点连命都不要。想说什么？啊？ 表姐，天心遇上车祸了。天心，你不要太紧张，我下班过来找你。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你知道你在哪里吗？ 现在情况到底是怎么样？医生已经做了详细的检查，表面上没有什么大碍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说话。不能说话？为什么会不能说话？我怀疑是脑部受到震荡，所以导致了外伤性失语症的情况。外伤性失语症。失语症。 学名是阿菲莎，意思就是患者失去说话的能力。导致病症的原因有2种：脑血管病变和非脑血管病变。外伤性脑伤就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。可是医生说，已经帮天心做了脑部扫描，说没有问题啊。东方医学虽然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，可是我们对脑部的认知其实很少。在医学的立场上， 有很多跟脑部有关的病，到现在还找不到根治的方法，只可以用药物去抑制发作的可能性。好比我的专业是精神病科，
就是如此。你在说，天心得的是精神病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以天心的情况来看呢，他的脑部肯定是受到损伤。那大概多久可以痊愈？根据我的记忆，这种外伤性失语症也有很多复原的案例，而且天心受伤不算严重，可能只是暂时性的，很快就可以恢复说话的能力了。刚刚有些话在天心面前不太方便讲。什么话？天心的病情没有说的那么乐观。没有这么乐观。失语症的病例有很多，脑梗塞、脑肿瘤，这些都是。我们要找到病因，才能对症下药。可是像天心这种表面没有明显的损伤的情况来看，对医生来说都是很棘手的。你意思说，天心有可能没办法痊愈？世事无绝对，还要看他自己，也要靠你照顾他。我明白了。对了，表姐，找一天，我带天心去找你。约出去见吧。你不记得我在哪里工作了？我已经和医生说过了，他允许我带你出院。我会安排你回到你的工作。放心，我已经跟他们沟通好了，公司的人也答应了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还有一些担心？你忘了自己是做什么的吗？你是一个很厉害的插画家，根本不用说话，一样可以把作品做得很好。我希望你可以快点回到正常的生活，这样对你的身体也有帮助。好不好？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去办出院手续。